主公，清剿贼寇之后，城内涌入大量流民，这些流民无处安身，如今聚集在城门前，祈求主公能给一处安身之地。民为本，为了安顿流民，我们需要修建并大力发展内城，让流民有工可做，才能稳定下来。主公，内城发展需耗费大量的木材，现可修建木工坊来提升内城木材的产出。资源主要由内城建筑和资源地进行产出，主公现可建造教场进行编队，并派遣部曲扩建资源地。主公，目前正是用人之际，糜竺公后多时，愿为主公披荆斩棘。因此爱财，取之有道。